最后一位表演者也是电气工会的老朋友，热烈掌声来欢迎许富凯。所有现场国父纪念馆里头的朋友，大家晚安。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靠，多喝点龙吼，好帅气！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谢谢。 愿是落雨夜，耶稣陪行，想讲是行到底，两人相爱，情海是多变卦，目屎像雨声。 理事长、现场的长官，还有所有古物纪念馆里头的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徐富凯。
那个尖叫声好像不太够。谢谢谢谢。嗨，哇，今天在这边见到大家，很开心很开心，也谢谢你们的爱心。接下来呢，我要用一首歌来祝福大家，叫做《就好》，谢谢。其实就是有一些黑箱啊，没有，开玩笑。要去哪里付钱？没有，应该是这么讲，因为呢，
其实我有一个叔叔在高雄，是大金的控票的。对，那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照顾我叔叔，所以呢，刚好我也在我叔叔的庇之下，就可以来你太客气了。那些牌子都是叔叔发的吗？应该不是吧？都是粉丝吧？粉丝啊，对，真的，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伍富凯，对不对？真的。而且除了是喜欢他的作品之外，主办单位一定邀请他，应该也是要透过他跟粉丝来宣达他们正确的优点还有电视的观念，对不对？那我们要来考试哦。每一个上台表演的都要来考试。我们先问一下第一题好了，是哪一些东西适合和食物放进微波炉里面？3个选项给你。A 陶瓷，B 玻璃，C 以上都适合。陶瓷、玻璃这两样我都有放进去过，所以应该以上都可以吧？还是你是走运刚好没有报而已？曾经有报过。蛋。对，蛋不能。蛋绝对不行，对，会爆。所以你答案是 C， 以上都适合。对。答对了，只有神。很厉害。我们说到陶瓷跟玻璃可以放进，它不行放进除了是水台上的蛋之外，另外像是金属还有塑胶，提醒大家要正确的使用，好不好？好，那我再问一个，请问冷气开几度是最刚好的？刚刚好像你说你那个什么叔叔，我这个答错就丢脸了。是冷气，大金冷气暖气，你答错就闹鬼了。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新闻，他们是讲26度，对，最省电，最省电是26度，但是我一般在家我都会开27度。哇，你乖宝宝呢？因为27度对我来讲，那个气温刚好是可以很符合我的那个支气管，这样比较舒服，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干。对，比较不会那么干。答对了，26度。给宣派掌声鼓励，再来，最后一题，真的是好让他答错为止。对，真的是有一点难度。好，如果是起火，电线起火，当然我们希望都不要发生，但是总是要知道一下，对不对？电线起火的话，除了是大声呼救之外，要做下面哪一件事情 ？A. 泼水灭火 ，B. 关闭电源总开关。胡思一笑是说我刚刚选项太正常，不是可恶。C. 拿泡沫灭火器。一般来讲不能用泡沫灭火器吧，应该用那个粉末的才对。那怎么用水去泼呢？也不对啊。所以关掉电源才是正确的吧？你们说对不对？太简单了哈。那你刚刚有说到要拿粉末去真的要灭火的话，因为不然关掉是第一步骤嘛。对。除了是拿粉末灭火器，还有什么灭火器可以做这件事？哎呀，这个真的没有看过了吗？我先跟大家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了。拿大罐的。大罐的什么？大罐的粉末灭火器。好，那提示一下，不能用液体嘛？对。那刚刚讲到干粉是固体，还有一个是气体，有没有这个算是哪一个？气体是什么啊？气体，然后可以把这个火焰扑灭的，像蜡烛一样熄掉，是什么？我用吹气。氧化碳。氧化碳。这个大家印象更深刻了，对不对？学到了。跟粉丝多讲讲。所以今天来听歌还学了一些小常识、小知识，非常的好。是。最后让你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哦，不可以让你唱2首歌。好，我还有2首歌要跟大家分享。对，接下来要唱这一首《天公听公人》。大家会唱吗？会，那一起跟着哼好不好？谢谢。好的，再次欢迎。谢谢2位，谢谢。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哦。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生的希望，无该一年就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欣赏别人的爱，爱混混乱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等，
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疼憨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如果觉得自己很漂亮，自己很帅的，给自己的掌声加尖叫声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很有自信。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一生的希望，无该一年就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形成别人的爱混乱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疼憨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我咧唱哦，相信天公拢会疼憨人，相信一摆我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既然看大家这么开心，这么嗨，尤其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上，我想要跟大家带来一首很特别的歌。在几年前的2019年，我自己的专辑里头有一首我翻唱的日文歌。那这一首歌呢，唱出来大家都会变得很年轻。对，那这一首歌有4个重点，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好吗？好。来，4个英文字母 Y N C A。好，再复习一次哦 ，Y N C A。那个有50件就先不要举，没关系。带来这一首 YMCA 送给大家。然后再复习一次哦 ，YMCA。好。太棒了，2。
しめる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だろ素晴らしい YMCA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そう YMCA 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おやめ聞こえているかいやめ夢があるならばやめプライドを捨ててすぐに行こうぜやめ夢があるならばやめ素晴らしい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うさ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やめ青春の日々はやめ二度と来ないからやめ思い出になると思わないかやめほら両手あげてやめ足踏み鳴らしてやめ今思うことやってゆこう中止を现场一起你们谁很棒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当我